女，先生这个看一下啊。哎，我操！我操！吓我一跳！啊，老妹儿你好，想弄啥试试？把那短裤拿我试一下。好，等我看老妹儿啊，挺合身的啊。好看吗？哎，有线头。哎呦，傻逼呀你啊！操，不是线头啊？不是，你家线头在哪儿的？哎，你好，美女。干嘛？我可以送你一样东西吗？什么？是不是神经病啊？我也送你一样东西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哦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